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嚟到晚安啊，小耳朵。今晚我哋一齊走進帳幕入面，喺星空下聽一個晚安故事。準備好就開始啦。小雲的小被子精靈。今晚嘅森林十分安靜，月亮掛喺天空上面，形成一束柔和嘅光。一陣風輕輕吹過，沙沙嘅聲音陪住小動物瞓覺。小刺蝟小雲經過忙碌又漫長嘅一日，佢同媽媽終於沖完涼，躺喺床上準備瞓覺啦。性格容易焦慮同埋擔心嘅小雲不停問媽媽：媽媽，聽日我要唔要返學啊？兔兔老師話聽日有體育堂，我帶咗體育衫未啊？我會唔會唔識老師講嗰個數學題㗎？妍妍同毛毛聽日會唔會上足球班啊？小雲嘅心有啲啲緊張，有啲啲不安。小雲媽媽坐喺床邊，輕輕摸摸小雲嘅頭，溫柔咁講：小雲，媽媽喺呢度，聽日要返學，我哋頭先已經整理好書包，體育衫已經執好啦，你唔使擔心。至於聽日喺學校會發生嘅事，老師已經有安排，我哋就留待明天啦。而家係瞓覺時間，不如我哋深呼吸一下，安靜落嚟，合埋對眼啦。媽媽輕輕幫小雲冚好張被，然後繼續講：你知唔知道呢一張小被其實有一個小小嘅魔法㗎？小雲張開一隻眼，偷望媽媽，然後講：魔法？媽媽輕輕笑一笑：係啊，當你用張被包住自己，佢就會變成一個守護你嘅小精靈。佢會緊緊咁包住你，保護你，等你覺得好安全、好安心。小雲聽完之後，眯埋對眼，慢慢將張被拉高一啲，然後包住自己。佢感覺到小被子好柔軟，好溫暖，好似被小精靈輕輕抱住一樣。佢吸一口氣，呼一口氣，小雲好似浮喺雲朵上面一樣，好舒服，好有安全感。媽媽跟住講：你嘅身體而家好放鬆，你嘅腳、你隻手、你個頭都放鬆晒啦。而家連你個心都慢慢安靜落嚟啦。小被子精靈同媽媽會喺你身邊陪住你瞓覺。晚安啊，小耳朵。
小朋友，故事就嚟到呢度啦。而家試下合埋對眼，深呼吸一下。希望你今晚有一個甜甜嘅美夢。晚安啊，小耳朵。